银爵同学，这都到放学时间了，怎么你还没回去啊？是碰到什么麻烦了吗？银爵同学平时在班上都沉默寡言，下课了就不见所踪，似乎很排斥和人来往。等等，这个沉重的氛围，难道说是什么非常严重的事吗？难道他家里碰到了变故？这么晚了他不回家，恐怕是家里有什么难以面对的痛苦。我不擅长解决这种事啊。小黑洞，你在哪儿？小黑洞，是你的朋友吗？我的猫。你刚刚说什么来着？我的猫叫小黑洞，它不见了。什么？你家猫不见了？银爵同学不用说了，我都懂得，不用担心，我这就和你一起去找。喵！喵喵喵！喵喵喵！喵喵喵喵喵喵喵！喵喵喵喵喵喵喵！喵喵喵喵喵喵！喵，嘿嘿嘿嘿嘿，喵喵。真相实际上是这样的。为师有个呆徒儿，虽然笨呆呆，但是很乖巧。是吗？本尊也有个好铲屎官。我的徒弟每天都按时按点把进口鱼罐头端给我，吃完还要给我擦小嘴嘴。他就喂你罐头啊？那东西哪有人类的三文鱼好吃啊？你看本尊平时都是吃他碗里的东西的。三文鱼舔过一口倒是，不怎么样。老夫中意的还是那个进口的罐头。罐头什么的送给本尊，本尊都不要。年轻喵，你吃的还是太少，有些东西你根本不知道它有多好吃。要是那个铲屎官敢给本尊吃这种东西，我就不要他离家出走了。你现在不也离家出走了吗？哎呀，怎么着？家里不让上桌了？本尊这是出门旅游，才不是离家出走呢。本尊都旅游3天了，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找到本尊。哼，你刚刚不还说只是旅游吗？哎，为师就不一样了，徒弟太傻了，真以为我喝露水就能饱。我天天都出来溜达找吃的。本尊已经1天没吃饭了，他最好快点来，不然我就去做别家的猫。还是太年轻啊！呼呼呼呼！哎，对了，要不要我分你罐头？先填饱肚子要紧。
小黑洞！有黑气从那个罐头里源源不断的涌出，那个是黑洞。小黑洞！是我来晚了，不！这个罐头，师傅，该不会是因为你吧？喵。